喺廣州揾到一間開咗20年歷史，大部分人都未食過嘅牛奶打邊爐，60蚊隻雞啊，咁平啊！牛奶香味嘅雞，第一次食啊，真係好正。而家我哋出發去廣州，捐窿捐罅去揾食。嚟，咁整兩杯，快啲！開咗1個鐘頭嘅車，終於嚟到南沙。牛奶雞，牛奶雞啊？真試過啊？未試過真係喎，咩牛奶嚟㗎？你有養牛㗎？點賣啊？牛奶雞開波10蚊，牛奶35，牛奶35，雞60蚊隻雞啊，咁平啊？嗰啲咩牛奶嚟㗎？新鮮沙佢哋啲牛奶啦。咩牛啊？嗰啲牛係養嚟劏嚟賣啊，定係專門揸牛奶嘅？嗰隻細隻得啦嘛。哎呦，嗰啲咩雞嚟㗎？啊，呢雞項。呢種㗎。啊，呢啲中價點賣啊？40蚊隻，咁攞2隻啦。我講出你哋又唔識。唔識。斷生牛。點賣啊？你知啊35蚊一支。係攞翻去點整啊？煮滾就可以得啦，可以加糖，可以加。老闆娘呢度開咗幾多年啊？即係本身主業就係養牛嘅。哦。啊，呢啲中甲養幾耐咧？夠晒老身係嘛？呢隻雞都好重啊，3斤嘅仲賣60蚊，有冇錢賺啊？你優惠價啊嘛。優惠價係嘛？即係自己地方就賺少少算啦，入息補租係嘛？賺個人工啊！啊，一甲定3雞，一隻雞2隻鴿都係加埋個湯底都200蚊左右啫，一點紅番薯係嘛？係，南沙特產咯。嚟咯！食靚嘢點差之酒啦嚇！佢呢啲牛奶煮得太耐會唔會有問題嘅咧？有問題嘅，你甩㗎嘛。生嘅就比較耐爽，雞又比較快熟，因為牛奶嘅密度高。乳鴿咧就比較大嚿，放落去嘅話都可以，但係比較耐啲。啊，先放啲番薯落去。哇！牛奶雞啊，真係第一隻試，先試下個原味，唔蘸醬先。嗰個雞啊，雞皮啊好脆啊，嗰啲雞肉咧好嫩啊。佢嗰啲牛奶咧包嗰啲雞肉咧係好香啊，牛奶香味嘅雞，第一次食啊，真係好正。整翻杯先。呢個酒飲落去有股淡淡嘅草本香味，入口超順。今日飲多咗，聽日都唔會頭痛。整多嚿蘸沙薑豉油嘅。蘸過呢個沙薑豉油咧，個味道嘅層次感完全唔一樣咗。佢乳鴿落去整下先，哎喲，哇！牛奶煲乳鴿啊，試下牛奶浸嘅中鴿。哇！用牛奶浸過嗰啲肉啊，好鮮好軟啊！啖個醬我試下先。嗰啲鴿好似好似食緊騸雞咁，好正。試下呢個南沙特產溏心番薯，仲有一陣陣嘅奶香味散發出嚟，超正。呢個湯底先係精華，又雞又鴿啊，夠晒滋補。奶香味十足，夠晒甜啊！呢個牛奶打邊爐真係第一次，真係好食，真係好飲。今日消費209。我夠膽話呢一間絕對係全深圳最新鮮嘅豬雜粥。我跟豬打交道已經是20-30年啦。而家出發去深圳，捐窿捐罅去揾食。豬來了，豬來了啊！師傅啊，這裡一天能殺多少頭豬啊？這裡現在暫時5頭，等一下還有1隻。晚上9點鐘，竟然有這麼新鮮的豬哦！這個豬有多重啊？大概是200多300斤吧。你能砍多少隻？我沒有砍過豬。那你有沒有砍過美女先？有，美女就有。你看，我們家的豬肉真正會跳舞的。這頭豬要多少錢啊？目前的行情大概是2000多塊吧。這個是什麼品種的豬啊？豬的品種不重要，主要就要新鮮。我們這個已經做了13年來最新鮮的豬肉。你睇下師傅的刀工幾犀利。師傅啊，你宰這個豬宰多少年了？3年。你宰一頭豬要多久3分鐘吧。3分鐘切一頭豬，哪一個部位最好吃啊？吃東西只要新鮮就是最好吃。你有沒有統計過你殺多少頭豬啊？那這個就沒本事統計啦。我跟豬打交道已經是20-30年啦。你看一下金表都出來了哦，賺不賺錢這東西？賺錢就不敢說，生活都過得了。好低調，好低調。老闆，這個又是什麼部位啊？後腿，這個都是每天晚上第一刀必須做出來的肉丸。我現在就做給大家看，讓全社會能夠吃到一個最健康的肉丸。這個是鹽巴、蒜頭、生火、
20斤猪肉就这一点点配料，一点点白糖，现在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肉丸出来，就会非常 Q 弹的感觉。现在机器的肉丸比手工好，他这个1分鐘能做多少個啊300多个，马上就熟了，几分钟就可以出炉了。大家免费品尝，这是我们的猪肉丸，不丸 Q 不 Q， 弹不弹啊？就是这麼 Q 彈。哇！最新鮮嘅豬雜啊！1分果條多少錢啊，師傅15塊， ？15塊啊，這麼多料啊！哎呦，15蚊個分量超大。這小鍋多少錢啊？是嗎？你一晚上能賣多少鍋啊？大概幾百鍋。哇塞！哇！最新鮮嘅豬雜粥啊！哦，來啦來啦來啦！而家我哋試下呢個15蚊嘅豬雜果條，佢呢個豬肉又滑又新鮮。試下個粉腸先，呢個粉腸嘅肉質爽口彈牙，正。試下個豬腰先，係好食㗎，呢個豬腰完全都唔怕酥，佢呢度果條咧係比較幼嘅。好滑，好爽。而家嚟試下呢個潮汕砂鍋豬雜粥。佢呢個底呢個味道唔錯。58蚊嘅豬雜粥入邊超多材料，喺深圳咁嘅地方竟然可以食到啲咁新鮮嘅豬雜粥，好難得。佢呢個用砂鍋煲出嚟嘅粥咧就係唔一樣嘅，真係好好食啊！而家嚟試下呢個現整嘅豬肉丸，爽口彈牙。好醬，新鮮整出嚟嘅豬肉丸咧，同啲包裝係唔同嘅，佢唔係死硬嘅，而且佢呢個豬肉丸調到嘅味道咧係非常之正。而家嚟試下呢個35蚊嘅酸菜炒大腸，佢啲豬大腸咧係完全唔怕酥嘅，而且咧佢入口咧係好嫩滑嘅，肉質 Q 彈，可以酸菜同大腸就絕配。而家嚟試下呢個爆炒腰花，新鮮可見，滑捋捋嘅。佢啲豬腰處理得幾好，完全都唔怕酥嘅，好嫩滑，咁大塊豬腰。而且佢呢個味道超正，不愧我用咗2個鐘頭嘅車嚟到深圳呢度食呢個咁新鮮嘅豬雜，成餐飯咁多嘢先190蚊啫喎。今日嚟到增城探訪一間開咗40年、人氣超旺嘅街坊飯堂。肉菜湯啊！你俾錢㗎？呢啲送俾大家飲啊！搭見妹仔就彎彎。今日響增城嘅最後一期，繼續捐窿捐罅去揾食。開咗1個鐘頭嘅車，終於嚟到啦！哇，超多人啊呢度！幾多人啊？一個。可以，有啲咩招牌嘅？排骨、白切豬肉、炒個豬大腸、炒個滑蛋，全部招牌送係嘛？72年嘅單車。 28歲嘅。你當時係咪踩住呢部單車行去溝下老闆娘㗎？係啊，電單車是瘋狂排啦，係搭見妹仔就彎彎。第一套菜咧就排骨啦，第二套菜咧就煲豬肉啊，煲豬肉有呢個粉腸、鴿蝦、豬肝、豬列。夾埋片飯一個菜，呢啲要好食啊！啊，呢啲唔係肥啊嘛，呢啲就係個豬腳喺度。係咪每個人過嚟都要點呢個餸啊？多數都係食豬肉啦。啊，食豬肉，哇，好靚啊！呢豬肉，嗰啲係豬脷。一片飯㗎，一豬肝。啊，呢度開咗幾多年啊？40年，我仲大過我喎。咁大張嘅呢份？係啊，啲係咪手工整㗎？係啊，過去真係放大個球去蒸啊，好似好好食咁樣喎。係啊，10分之好食係咪？靚女係嘛？你係咪熟客嚟啊？呢度啊？係啊。我係 BB 啊！哇！呢啲咩湯嚟㗎，老細？烏鴿蝦嗰啲湯啊。烏鴿蝦湯，但黑掹掹嘅咩嚟㗎？肉菜湯啊。你俾錢㗎？呢啲送俾大家飲㗎。三寶湯啊？唔係三大煲湯。三大煲湯。鮮排骨啊？肉啊，排骨啊！哇！哇，香噴噴！呢度成日咁多人喺度啊？我日都咁樣。好唔好食呢度啲嘢？哇！嚟上菜啊！哦，來，嗱仲差一個滑蛋。你哋估一下呢圍台幾錢？食啲咁正嘅大排檔，食翻啖先。哇！呢支酒入口超順啊，飲呢個淡淡嘅中藥草味。因為飲咗之後咧，聽到精神啲。而家嚟試下佢呢個生熟地湯。清清地，好好飲啊！關得咁多街坊過嚟食咧，就係貪佢呢碗免費嘅生熟地湯。而家咧，我哋試下佢炸排骨，60蚊一份。佢選嘅排骨都比較靚嘅。啊，好食呢個，好地道嘅大排檔風味。呢個排骨咧焦香得嚟咧又好嫩啊，而且咧鑊氣十足，喂餸飯一流啊！而家嚟試下佢呢個白豬肉40蚊，啱啱佢呢個紅葱頭豉油。
睇上去就好肥，係完全都唔肥嘅。啲口咬落去咧，佢係爽脆彈牙嘅。呢個白豬肉一定要點，真係好好食。而家嚟試下呢個酸菜炒大腸，40蚊一份，睇上去就好正。呢個豬大腸嘅口感咧，滑潺潺嘅，而且咧 Q 彈嘅，好有嚼勁。呢個酸菜炒大腸同你出邊食嗰啲完全係唔一樣嘅，因為佢酸菜味咧，佢係唔會好濃郁，佢個味道咧係恰到好處嗰種嚟嘅。而家我嚟試下呢個炒滑蛋，25蚊一份。呢個滑蛋有啲水平啊，最多淨係需要加嘅味道。今日呢餐街坊飯堂啊，真係平靚正啊！今日嚟到佛山探秘一間開咗15年現點現湯嘅吊水魚片粥，魚生級別嘅魚片真係靚，好唔好食呢度啲嘢？我哋都唔嚟啦。 8、2、3咁你食個粥，跟住再翻去。而家係凌晨嘅5點鐘，出發去順德捐窿捐罅去揾食。開咗1個鐘頭嘅車，終於嚟到杏壇啦！有嘢食未啊？未啊，快啲啦！攞個魚片配個豬雜就加5蚊，牛肉就20蚊，牛花就30蚊係咪啊？有牛花我冇計過。呢條鯇魚係嘛？係啊，好大條喎。呢條區都唔算大，好瘦身喎呢條喎，係咪吊過水㗎？係吊水嚟嘅，比較都係5斤，都好靚嘅呢條魚。基本上啲魚出品都 OK。一日賣幾多條到咧？平時嘅話睇斤數嘅喎，如果好似呢啲5斤幾嘅話，一日賣10零條。呢啲5斤幾嘅起出嚟有幾多份啊？最多得10份到。哇！啲魚片靚到，竟然佢扣一份有幾多啊？一份幾錢啊20也可以。嗰啲魚骨攞嚟做咩，老闆娘？啲魚骨輕輕揦佢眼咗嚟煎啦。老闆娘呢度開咗幾多年啊？呢個咧就1年開嘅。咁都已經有15年咯。澳門而家上到嚟應該要100幾啊？即係823。 823咁你食個粥，跟住再翻去。啊，多謝呢度人。斟個茶飲下先。哇，冰冰整包茶。阿老闆應該都係經常過嚟食飯噶。哦，係啊。好唔好食呢度啲嘢？有呢啲前走嘅地方一啲都唔簡單。老闆娘，呢間粥煲咗幾耐啊？啱先煎香嗰啲魚骨咧，就而家擺喺個粥嗰度。你睇下呢度個環境真係好舒服啊！天都光啦，而家靚粥嚟啦。整翻壺自己泡個茶先。佢呢度個粥底咧係好綿滑噶，15蚊一碟嘅魚片，魚生級別嘅魚片真係靚。慢慢浸佢，慢慢攤佢，嗰啲魚片一攣就食得噶啦。又滑又鮮甜，一啲泥腥味都冇。真係好正，老闆娘啊，個白粥底要唔要錢㗎？呢啲魚骨咧就免費㗎啦。嗰啲魚骨煎過真係好香。嗱，啲牛花30蚊碟，而家落啲靚牛花落去。嗰啲牛花又嫩又滑又香，你睇下呢塊豬筋幾大塊，幾靚幾粉，整到個粉腸試下先。佢呢度個粉腸咧一口爆漿嘅，而且佢嘅口感咧係好爽嫩嘅，一啲異味都冇。呢一個應該係豬頸肉嚟嘅。好爽，好香，整個豬心食下先。佢啲豬心咧係好爽嫩噶，正啊！唔怪得咁多人呢度食嘢啫，嚟遲早都冇得食啊！見到啲街坊好正，一人攞支飲料喺度嘆住個靚粥，唉一流。最後嘅晚飯就係呢煲粥，睇住日出，食住粥，生活太寫意啊！今日消費50蚊。